我杨树宽，后上海上公，牛巴大家讲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图书中阿中古，讲下老后生人大在顾了，大家题目也下斜杠人生变做当时行嘅话题了。2007年有一个作家喺美國紐約時報嘅專欄作家 Marcy Alpert 啲嘅新書都生存職業地圖就講到，這樣時嘅紐約有越來越多人做唔單止一份投入，還個跨領域做無窮嘅專業。係講有人問到佢，你係做乜嘅投入嘅？佢就會講，我無法度用一個詞彙呀一句話來完整來說明，故所佢就會用 slash 呢個斜線來表示自己無窮嘅成分。還個你下千來千多人會表示講，一個斜線係佢嘅新嘅思維，有新嘅現實。咁樣有6個後生人，我留大家向下來分享，佢哋斜槓人生嘅理想目標係乜嘢了？眾上歡迎。之前老師小記都係阿子怡。大家好，我就會最標準嘅斜槓青年阿子怡。斜到哪邊去咧？人生咩斜咧？斜到人都斜斜，行路咩斜斜？不過人很正。啊，這個我不確定。這個我太識哦。冇關係。爸爸。他有注意幾個人哈。有章。這不是我們今天的重點哈。這個正不正問題，專門問亞嘅。我的心術也很正。好，謝謝。第一場老亞最尾都係應徵。大家好，我係馬嘅就想去食困那嘅應徵。真的這條路啊，你就俾他當唔真啊？係這條路嘅食。我都是看到馬嘅東西都想來食。難怪這個就不說了哈。第3場老亞最尾都係阿比倫。大家好，我係比到愛對夢變成斜槓搶眼嘅比倫。所以馬嘅對夢係咩？對夢，go。人嘅夢想想來打你係冇？打你。先唔好。超年好了，這個等下再來看一下。這才斜槓一開啊，超年像超年。係真勁哈！等下就要老大家分享下斜槓咁樣愛改，想愛斜就做得斜係嘛？第四就真勁愛講，好，佢喺斜槓噃。佢斜到天嚟打。真勁斜到一定跌到天嚟下嘅阿家人。冇唔做就會嗌最好斜到跌到嘅家人。嗰啲下要企起來嘛？係要企起來。天天係企起來。係辛苦。天災啦，上個係好心。大家好，我係你好東向樹 slash， 東向樹斜槓人生的好心。會有多斜？多大？你下斜到哪一邊？剛剛講緊係落枕是不是？剛才講緊也是 slash 一號 ，slash 一號。最尾啊，這個就阿小虎。大家好，我係條為斜槓，副業又係變到主業嘅小虎。斜到一成功。係啊，斜到穿太前。真勁哈！有啲人想嚟斜，不過斜200張嘢，哦，不用2張嘢，可能2日他就放棄了。結果有啲人哦，斜槓嘅事業變做自己嘅主業，不過講到轉來啦，大家一談到呢個斜槓搶眼啊、斜線搶眼，呢種 slash 呢種條路，用無窮嘅呢種斜線嚟表達自己無窮嘅成分嘛。不過阿志認為講，對你來講，乜解真勁啊？斜槓搶眼係乜解啦？我知道斜槓做嘅生意係講一種工作嘅方式，唔過沒有分動多種，比如講創業啊、應徵啊，你就係冇特別專門啲哪一家公司做條路、識條路、識東西。唔過你就啲動到嘅素材接條路，自家自由接案呢，韓國啲動到冇強嘅兩塊識東西。係，咁啱我呢種方式就係阿比倫一樣型嘅，基本上有專門嘅條路，唔過呢佢咩動好去接其他案呢，出嚟動到錢，係，唔錯減工啦，係。冇唔錯，所以你就因為講，其實嘅天氣係安尼哦，有啲會唱自由工作者，但是其實你要斜槓搶眼佬嘅自由工作者都得有哪條檢查，等下再嚟討論一下。冇問題。做自由工作者一定係斜槓嘛？有啲一定嗎？都難講。都難講。阿認真對你來講嘛，家人都斜槓搶眼。即係講斜槓搶眼有個重點，就係愛係客家人。他們經常會加點就錯嘅。冇唔錯，因為啊，我有個刻苦耐勞嘅精神。牛強
讲出吃。孟州一般人迄东南州都种田不夫苦行人，我有看你的精神啦，真嘅啦，因为像你行嘅万乃吼，迄组合，万乃迄组架，车工强人其实要按那个工作类型啦。万乃吼，伊像吼啊，迄类减工嘅。蛮耐食东西。万乃食东西，不过万乃其实吼有适当动准呀按。不过人家做讲，我做一个车工强人，还有一个充电嘛，就会形态。係人嘅做條路嘅類型啊，所以點都係一種形態。我 open your mind， 接受任何嘅挑戰，接受任何嘅任務，乜嘅做嚟去刺困啦。接受阿英真做唔得上到170公分呢？唔過也咩有好處哦，就有條一條路佢專門就需要按嚟上到矮度。你走跟英共啊？係冇錯，跟英公主冇安排，佢係龍型的。你走得咧？我係做講車工強人，佢係一種形態啦。我做哋接受任何嘅挑戰按嚟。冇錯，跟阿美倫來講下，我心目當中聽呢個車工強人。我知道車工強人也試看咗強人咩？古說強人也就是當重要，強人係因為愛帶以40歲，超過40歲唔用辦嘅，很多強人，做很多車工，做很多車工老人。強人嗰上面還有中年，車工強人，嗰個車工老人。好，那麼一隻就會好，還會有一隻主要嘅條路，嘅主要條路除咗隻基礎後，不就無強樣嘅車業，比講哦，還有一隻所謂嘅無強樣啊，喺無強樣嘅量嘅，比講假設喺總鋪，唔注重你講哦，我去開做船店，又係講開咖啡堂，佢全部跳槍嘅，啊，比講喺總鋪嘅反可能喺車工營養師啊，又係講果樹啊，一條全部。中美強用嘅種類是錯誒，快按兩條吧。知道啦，我即刻聽，唔好嗌聽，嗌老唔講啊，知道。冇錯，其實咧阿威倫嘅定義，其實讓那個主流的定義比較接近，就講你駕駛那一種車工吼，就是意思就是你走超過1分以上嘅專業條路，即係乜講到專業，就還要超過不，還要最好要跨領域。你講你基本上有1分主要嘅條路，不過另外1分只是你減細來做，你上下做啊，唔係你主要會賺錢嘅，嗰種就往做唔到人都車工，跟住你只是一個打工主體。不錯咧，車工老人家嘅減細做，其實還有一系列政策，係真嘅。不過睇真維持到講，既然講你上嘅車工係代表講，哇，你可能是對天一分條路，哇，有動態嘅線條。也興趣，好，讓你很想要去做，你怎會去做嘛？嘅阿小鳳，唔計用是減按度冇，叫人嘅說，係因為唔動有心頭，也係講果不長。唔係，果不易長啊！又係果不易長，去味道嘛？但係睇下我車工就係因為錢啦是，係冇？從最開始哈，當出社會，甲他想買東西，哦，錢唔拉，鼓手下去減皮，吼來賺錢啊！唔過家幾樣人講到吼，我當到條路一開始車工咧，係。差唔多搶隻環境咧，從頭擺做演員，後來做編劇、做導演。其實雖然講係同一隻環境，唔過專業冇共用啊。個後來唔加講不同領域啊，後來就做數標嘅，也就正經係完全冇正經嘅。係啊，也就算車多幫嘅嚟，車多幫嘅。係做保姆嘅人，竟然係用啱嗰隻身份去做媽媽，安尼冇算車工強人，因為全部都係照顧你。嘅啊。係啊，安尼應該算減勢。減勢，唔知佢要講呢隻，嗬，個圖片嘅呢隻。孫沙票啦。不過你要先考到保姆執照，你可能就算你係專業。我有保姆執照，專業嘅媽媽。專業嘅媽媽，專業公司咩？專業公司員，專業公司員，專業公司員嚟啦。你平常時間啱啱一個條路係專業公司員嘅就錯咧。一個天生的專業。太假就地，哦，基本吼車工強人唔忙吼，你下下做得算強人吼，40歲以下，40歲以下，還有一段時間，唔過經濟聯合國，唔係聯合國，就是世界衛生組織，15到24歲這樣都強人。啊，佢做就唔係，大家做就唔係，唔過啦，台灣吼，就是其實加上申請咪個強人補助啊，佢就太啲天醫數差唔多40歲以下，你還做得啦，你對你來講，馬家人都車工，你係有心條這樣做冇？冇，係因為係烘藝術嘅，因為烘藝術就東南村到東都開錢，搞不久，古上係條位係要上班嘅人，唔講係啱無條就去做表演。
不用了嘅时间3個發圖，就做動作有嘅冇嘅事情，係以為愛結果存錢。表演咧做嘅時間就一些些的點點。冇表演有動作時間，唔過都穿一些些加起來。唔過一下我就冇去上班咧，一下係自由工作者。唔過咧，我一下就知道，係講車到跌到真嘅會紅唔起來，故所我一下就有淘汰一些有限車，唔係講係講跳大就。按子先，跳大，前跳大，前跳大，係個錢要多，要多都係現在喺移民而家嘅車工係投資類型。係啊，沒做對面。而且投資報酬率啦。所以他駕駛那個投資報酬，跳大哈。這個會讓我就真係冇辦法。我基金會彎到，會跌到。你氣力，意思講人冇氣力冇冇幾多錢而送冇風。那在度假個後先啲人會講，嘅車講嘅人吼，想來做某強韓國兩份，所以佢當主流嘅投入呢一種人，佢係認為真正當要險投人去做。其實對我自家嘅想法，我感覺車講係一隻打造自家品牌嘅東西。你到自家咩當做一隻賺錢嘅工具，係到自家做到一隻品牌。因為本單嘅形式去做到下多嘅東西，本人了解到你了解人會有更多嘅面向。咁我哋了下嘅後生人哦，叫做讓我哋想法冇強用，因為我哋係增加自家嘅想法，然後看到冇強嘅地方，叫做係為到頭先講嘅賺到下多嘅錢，係因為按用因個。冇上大嘅基礎之下，可能是了下後生人見到感覺嘅車講啦，讓我哋想嘅冇嘛強，所以你講梗係因為現實嘛係，唔係因為現實嘛係。因為大家可能一開始出發嘅目標冇強，我係為到我現在就是為食不飽，穿不暖，會生吐咧，會生奶咧，所以我加去做別項嘅事情，做啲豆腐卡獨自做啲搬新做嘅事情，你就對應講，哇！我現在就是很想要做乜嘅設計師啊，出發點冇強用。對，我想要完成我的夢想，呢啲係夢想，所以要到動嘅這樣出發點冇強用，不過最尾可能是用人做到重點，有人可能做到一半的時間啊，賣哎呦，肥天了，咁你再就肥了，哎呦，怎麼會變成這樣？趕快收手。不過咧，我們所有嘅觀眾朋友，你自己就做個冇強用嘅投入，韓國變成你車講人生嘅目標麼？等下再來繼續老太太向下來打嘴鼓了。歡迎來到後生地客發，唔知大家有聽過車講搶人一個詞彙冇？今日要喺老大家分享3隻老車講有關的客法了。第一隻斜槓，車講，一下有當多人用車講的方式來賺錢。第二隻青年，後生人，有當多後生人唔知自家有乜嘅夢想。第三隻職業投入，一下投入嘅選擇千多樣，希望大家就做得尋到自家當好嘅投入哦。後生地客發上來了。歡迎大家到咗嚟後生太上講嘅節目現場，而上台是問過大家講，因為講乜嘅很多車講搶人，其實都車講兩個詞彙，一開始咧用 slash 就表示講，即係唔可以本人聽你講，你一聽係屬於那一種嘅行業，那一種嘅身份，故所以用兩 slash。其實一開始係一種牽頭開始講，我想嚟做聽一份，人家看到我，就會講，你係乜嘅公司嘅工廠師，就不想要被人家完全定義只在工廠師那一帶，故所就開始做某種用兩位都保密，其實都壓下兩個時代，然後自由工作者 freelancer，人講副業啊、車工呢3隻詞彙，接上本人講強下，其實佢本來可能是比較分級，不過到兩下開卡可能減動都寫過後，你上嚟做車工人，可能只要要變成 freelancer 嘛，不過基本嘅財創有一啥車工嘅5方哈。本台之家咧，看一下，做一下功課。乜嘅功課咧？所有嘅觀眾咩嘛？挑戰一下，乜嘅挑戰嘅時候，你有15項嘅投入，單槍有一個投入，股價呢冇做過超過3年以上，冇做過超過3年，其他14隻沒分投入，全部都有超過，其他14隻全部都超過3年以上，因為你冇做過，困難咧。還是做琵琶表演咋？
好，要冇超過3年，冇做過。13年公益。 13年公益阿子已經會係我先3號國中嘅代課嘅欣賞，開課欣賞。開課欣賞。係阿姨就應會記。加3、2、16點嚟。加唔喺條呢個個嘅冇做，恭喜答對了。唔錯，因為佢係講做 model 3年，唔係冇做過，佢哋係冇做過，你啱啱講係，而且不要唔係條路，不要這樣哦。哦，你等下再回來，你有點物化。結果4年嚟阿美倫因為我本來上團業，唔過咧我要改辦婚禮主持人，因為有可能做過1年、2年，有可能冇做過3年，因為婚禮要樣式，佢做得係協助嘅，冇一定要佢協，因為佢有時看嘅 IG 做青菜協，嗰時佢做得協助嘅主要嘅樣式。我必須要講，我看到嘅事情，我真係當上現業，因為佢大班老外翕嘅相片，真係當正。後先，你認為佢冇做過哪項條路？因為頭先大家啱啱討論下來，我有感覺而家，我自己未冇上過，我會上啱啱時，我講我10月舞台劇演員。咩？我意思係講，佢要做過，我 model 3年，好了，你自己來揭曉，你自己來講。被你的回答。這有什麼嗎？請問有獎品嗎？你進馬感應你還已經食材了。好啦，不見講，本應來講答案。有團操，網銀團操。係係完全冇做過喲。生意冇做過，完全冇做過。完全誒，剛剛講係唔係。九。好啦，不見講啦。冇做過。佢冇做過甜點店工讀生。因為佢根本就唔係講粗成幾多條架咧。哦，咩工嘅？陷阱題。超其他全部有做過超過3年。陷阱。哎，cái婚禮樣式我真係條拿刀。真係超過5年。嘅婚禮。樣式有做5年。照片定哪邊？我有老飯店簽約，就大家禮拜要去樣。你形容你個問題，我樣嘅就唔係專業變成我存錢嘅事情。我見練習就做得咧。跟住嘅對象係。不形容啊，就新人啊。琵琶表演跟有錢穿係嘛？有啊，琵琶表演。那成果表演咧？還有尾牙場嘅時節，我也會表演。哦，好啦，唔過做到暗道吼，正經也應該冇做暗道嘅吼。也冇。空餘嘅時節。沒有做，空餘嘅時間冇做，冇法度啊！我相信啦，因為你們假使一時節做15項，我講試題，你們超過3年，今年都在結到死呢。也係未做中大門，阿生婆，你咩做個青島拼音唔啲嘅條路來講下？係，因為頭擺大家上嘅度就係因為演員嘛，古時候我寫劇本知道講也係因為有興頭，吼，個係有做拖延，不過嗰陣時為到做表演吼，拜一到拜五去教課，我拜六禮拜做戲，我係監視拖拉鼓。哇！係，因為嗰陣時你去表演，我做東西嘛，你3頓班咧課茶，你一般家就做得事。嗰時候嗰陣時我自己去做表演，我係自己貼課，自己試課茶，去到表演嘅地方跟下弄，安尼做。孫沙做東西，唔係，我已經堂聽我按吹過。冇啦，因為嗰陣時候，因為我啲嘅行業做15年，啊，為到我有變化，因為想我多賺錢啊。因為你看哦，我音樂之中吼，我去做戲係沒有做戲嘅錢，我講戲就講拖延編劇，沒有拖延嘅錢，講戲有講戲嘅錢，講我試課茶又有試課茶嘅錢，音樂穿一萬，那我講啦，講出點收聽來嘅錢就孫沙穿啦。還沒有上高呢，因為你去到舞台要變數，要掛布景，我不是搶你自家收。因為去把搭棚嘅冇，無啦，佢冇按感，不過即搭棚啊，我真有搭過，哇，要搭過，搭戲棚，我真有搭過，啊，搭咗以後按布台就摔戲棚，啊，同意出入做戲。哎呦，飯店嘅錢都上嚟。哎呦，阿小鳳就講吼，愛趁我一多吼，愛出攞所有嘅錢攞給穿出來嘅穿穿。你曉愛咩曉？只把你做得穿，愛做唔得穿，係嘛？人家隨起100，因為張穿2000嘅人，愛5項條路，愛穿1萬。他眼夢嘅
迄件无成本呢，因为佢要按嚟水去呢。可能是按用去，喺成本就喺眼影要彩，就做得穿起。你觉得孙其实阿 Self 没做过青岛，像迄你做石标啊，加条咩迄你做过。一开始就恰工都做树标的哦，一开始是有研究嘅做嘅路的，买路的东西有人那个社会嘛吼，我还有饮料啦。因为迄上讲表演早，我食东西，鼓手讲出来。讲出来，你看，这个你这个喵飞耶，结果就身上去旁边拜坛嘞，拜坛嘞，买认同。大胆啊，黑毛。你要去同好呢？料豆的研究咧，就係全部用研究，冇啦，又唔免夾。如果我喺一開始先研究買食咧，哦買飲料，最後嚟將轉變到做薯標。哦，那有他强啦哈。真言同腔，这个跨有点跨太大，你要叫喊长哦。你看這樣狗嘛時真係都冇時間咧。哎，真嘅，我阿認真做嘅老太家分享咧，身邊嘅親戚好朋友，恰講恰到哪邊去啊？其實我做講太細個就多多少少會吃啦，因為亞哈真是一本頭路食唔飽呢。尤其有當到嘅人就會講啊，哎呦，我生意一結啦吼，差唔多就按嚟聽聽。故說我亞哈主要有當到嘅後生朋友，佢會順勢加有名路嘅利用，比如講買東西咩好啦，還講雖然我亞係一般嘅上班族，佢唔講係當我創高嘅，跟我就做地創高嘅順勢來賺到錢。啲名路上創啊，就永遠會請我落去做表演，啊創啊，有可能我就出唱片等等嘅。創啊就讀到我做啞巴。之類的。沒有。咩做娘媽媽嘅都有可能啦。我係做講按你嘅形態其實以後啦，因為你我有 update。對人有無限的可能啦，哈。換一句話說，就叫做混口飯吃，什麼飯都給他混一口，這樣子。什麼飯都給他混一口。冇錯，就係當上創啊，我讀到阿姨上位。念 K 字誒，係冇。難怪讀到。阿 Self，你下會念唔做 K 字，但唱觀音娘啦，馬祖頭啦，係啦。係啊，你話做其他都唔可以人啲。因為你在充電，你用裝得很嘅阿姨，叫到阿姐。要講翻呢。我講真嘅，加油講到有條人係上個車講係做險頭，險頭唔過佢可能就上個用嚟做夾嘅本等嘅那種賺錢嘅。因為大家有講到嘛，唔乜嘅就來去吃困啦。某一天有一項貼配會做嘅啊，係貼配中醫，越做越有型的啊。古時候係頭擺，其實嗬乜嘅都做，而用係就來去吃困啦。好對，你冇衝過。你有衝過，發現到是唔得哦，嫌冇愛哦。好歹有吃底子面。冇唔做，因為唔吃過，然後第二一做第一做唔得啊。古時候係壓下太部分啦，雖然係做動作嘅事情，不過就離唔開表演藝術實在是。像做主持啦，像做戲啦，還會請到自家嘅條路，也係車工搶人當中有，我請嚟按動人啊，鍾順峰啊請到咧，實在是應徵等獎。好，謝謝。什麼大家？好，謝謝大家。我講正經啊，有啲人係愛完成父母嘅願望，父母會給他很多期待。唔過自家要當上嚟做自家嘅條路，嗰時候按用確實真好啦。阿 V 老師講啊，講一下有一個朋友，佢從細就非常嘅喜歡音樂啊，做個鋼琴啊，又好，還有唔免嗌唔會鋼琴，喺顧家嚟鋼琴，還有個來機弦嘅呀，對吧？全部佢都喜歡音樂安尼。嗰個但係家父卡全部加速，全部做喺個銀行世家。嗰個家父卡爸爸媽媽就希望佢咩去銀行上班，唔好佢真係咩一厲害啦，就要靠到銀行啊，就去上班。但係佢係有音樂嘅願望啊，叫佢上班咧，佢就去教嘅洗手米嘅，嗰種賣師誒，就去咩啊，只有順頭啊，就去彈天字琴啊，又係講去機弦嘅。嗰個佢要講半家爸家妹知道，我上班咧，佢就當錢，就先無強樣嘅演師去接從嘅，比如講佢冇呢年就接台北咧。也係隻新竹嘅，做動作啊！你學音樂接洗手面最大好處係乜嘢嘛？就現場唔會有人講你盤都唔好。因為動作係啦，睇下都膠質真嘅。有可能係因為盤喺自家卡上會膠。補充一隻故事，嗌咩？佢還有一隻朋友，佢強樣咩洗手面嘅。洗手面嘅。講真嘅，佢做丟年數啊！佢講誒，總唔可以佢講係盤喇叭好嘅，你唔可以唔使人做丟60年，你做輕輕啊做，拿定行做嘅。誒，但我講你係濫竽充數嘅，真係濫竽充數，濫竽充數。青面後面咩斜講油嘅，因為叫做要烤㗎。有，你係咩做？真件油啊！
对，哎，你按到朋友盆子上，以後唔驚冇你。哎，懂好，對你都在打折啦，終於打折。不過啦，講真，既然都大家知嘛，就是當熱情嘅時節，當你冇透露，後先嘛就要讓大家分享一下，你行啥到熱情當中啊，睇下強為冇透露嘅用嘅曬。哎，冇唔錯，你行啥俩？應該俩你行啥上班嘛？該熱情嘅時節俩2-3年咯，真是當艱苦啊！尤其用愛身邊有當到同事啊，冇寫塗改國內外國內外嘅。頭要冇食兩腿，記得咪冇透露做咧做啊，冇錢和傳用嘅曬，所以該時候記得咪回到去生發啦，所以記得去當到嘅倉庫啊，冇時係去送東西，外送啦，誒，那沒有物流業，物流業，就是阿小鳳嘛，倉儲跟物流啦，這一類，因為該時係兩種最要簽下傳嘛，誒，然後三個咧，有當然咧係下班時間去做埋。去跑那個Uber Eats，老闆就是副班啦，係啊，最驚嘅是倆。不過咧，到倆行業先過後，記得冇唔記得記得本身係做乜嘅了，唔係老講。我看你下做兩個，唔記得用咩手計咧，唔記得用咩圖攤咧，你可能本意先看。唔記得係要做一行啊，唔記得係要賣電路啊。哎呦，梗係挨啦，誒，梗係挨啲公司多啊，好有倆隻有這個管道可以做。係啊，有咩算加工啊？我冇錯，你講是哦，因為個體咧吼，記得我哋下轉起圖攤嘅時間未圖架當好啊，不過有啲嘢我講奇怪哦，佢嘅圖攤之外，佢感覺。跑外送是我的興趣。佢咩去做外送？係，做那些其實咪去做，咁嗰啲咁樣做係做好搞嘅。所以大家看風景啊，做啲看到下都到冇強人嘅嘢。即係冇壓力嘅。係，所以我咁講，我當佩服幾多嘅客家精神啊。係，看長工長年都係客家人啊。冇錯啊，是冇嘢，按姿勢。唔過最近啊，講到大家講到按到這樣講，做車工當然係為到牽頭，唔過做上海做車工，車都要好穿。咁要按改啦，有那條辛苦啦、困難咧，等下再來繼續大家聽下來打嘴鼓了。從兩下有當到嘅名聲，記得是從兩下做嘅條路啊，咁就幾很有開店啊、開涼水店啊，係啊，嗰種誒幾未做過都好啊，係有當沒有懂到幫襯嘅。呢群好嘅好麼？其實我講車工兩件事情，攞認真上嘅強弱，因為最難嘅。唔是按你，有先講緊嘛咁，全部冇行到。歡迎大家走到嚟後生太上公嘅節目現場，根本哈正經係我們顧家人欣賞嘅主場啊，主場。大家睇講有乜嘅問題都到嘅車講潛下去，最多係問下顧家呢，車14方條路嘛，按唔會車。唔過正經啊，上海做車工搶嘢要按改嚇，所以講你上海車就做嚟車係嘛。唔假使你都到車工，大家認為個你上海做2分條路，係唔是講到你假使做3-4方？要做2分條路，你假使用白人當做係平凡嘅，人家辛苦啦、困難，知道做車工嘅人。最辛苦嘅所在喺哪邊？阿燕姐。哎呦，我做講車工搶人啊，最辛苦嘅唔係人嘅專業能力，係處理事情還有做事嘅能力啦。比如講啊，有東人啊，吼，張開是車工嘅時間，乜嘅案呢就去接，啊，我接到最面就會發現到，嗱，依種冇乜嘅專業嘅，呀，凊彩嘅太好變業嘅工讀生啊，等等嘅，就做得似太矮。古時你做到最面，還要有自家嘅特色，韓國人你頭先講嘅，我有自家嘅品牌啦。像人應徵東江做一個品牌。冇錯，應徵300美就品牌。係啦，啱啱嚟吼，等到嗱吼，有一隻品牌過後，當然去請，就遇到一個問題，因為冇強嘅兩位，佢哋講事情嘅方式、態度、習慣，甚至係用語，就會有一些嘅差別。嗰陣我開始去練習，同冇強兩位啊，冇強環境嘅人啊，來去溝通，來去打嘴鼓，來去參詳事情。好，就算唔會有隻能力過後咧。最辛苦嘅係安排嘅時間，喺我動家吼就會講哦好啊，一跟後來接啊，唔過接嚟過後，一咩接嘅咩接，吼，我一上佢唔曉 say no 啊，乜嘅就接到最尾哦，就算我有時間，唔講吼一勞力冇體力啦，接吼我做到開到愛死哦，有一擺吼我做條路過後，我就衰退咧，唔講我因為衰退嘅我完全冇印象。
甚至俺用的转豆腐卡可以完全没要有有影响。断电呐，真的，懂得你讲你哎看。失酒失痛都断片的嘛。我完全冇失酒，俺这种栽种跟受用，你应该就都得理解嗰种 Q 到吼，你整个手忙机。是变到敏虫啊，不是说敏虫哈。有啊，他们摔爆翻空天是抽屉水泡饭很应该冇。应该漏了，有问题应该落咧。嘿啦，嗰种也只有讲，车讲我的使用嘅能力，其实比一般是投入还较大呢。係冇錯，因為有啲家講到，其實斜槓佬一般嘅自由工作者一開始係冇效用，不過到日下越來越多嘅斜槓人嚇，所以講佢老自家本單嘅主業啊，穩定嘅主業，然後辭退，然後佢只冇效用嘅細條過後，佢變到所有嘅事情變咗自家去處理。係，自家喺調價。係自家喺調價，不過自家喺調價就動到危險，動到嘅辛苦立插嘅東西都愛自家來做，係冇阿家呢。因為我一開始係自由工作者嘅搶工搶年嘅時間，我真係當緊種，迄個我下晝嘢冇乜嘅事情做，我就真係冇乜，我真係當上嘅時候冇錢用嘅啥，不過一下咧我已經研究咧 SOP，就係講一年係有4季咩，第一季其實大家都啲嘅用料，咩冇乜嘅按咧，啊條班人就會當緊種。唔過一下知道啊，因為大家當年真熟嘅，起毛鞋就係第3季，第一季到第3季吹毛鞋，真見到毛鞋，因為第4季差唔多會結案，差唔多會結案咧。第4季行做的，做啲小扣嘅用料咧。冇錯，古數咧太似㗎，係講唔係車工廠嘅。心從愛太叻心態愛好啦。係，第一季就係出去了冇相關，係因為有呢個 SOP。我係講4年當研究出來，古種係競爭係東東嘅。佢哋喺度競爭。不愧是我們的車工搶眼五毛。不過真嘅老太家同我分享，太家自家有時拍做那個車工出毛。假使第一，你就係用經濟的考量，你可能先想清楚，兩方投入你做嘅要事業要幾多，要影響到你本單的投入。你講你做嘅兩份，另外在副業，結果你本單的主業點都顧唔好，你可能自家要考慮一下。第一，你要自制力要很高。你自己可以控制人家，不管係人家金錢，就剛剛講，人家懂冇問題啦，講時間咧，因為你要自己啊，要自己去控制。第三，你可能了嘅時間，人家生活嘅那個時鐘完全會被打亂掉，有可能就第四就講，可能假使你南北各想要去到正常嘅講，因為講正常就一般嘅公司去上班，朝9晚5。係，跟人家下做嘅那種資歷啊，那種履歷啊，可能唔會幫你實現，有可能會發生那種出錯。你可能要先想清楚，佢後先依然會講做那個車工人啊，佢最大嘅困難到辛苦到哪位？其實我講車工呢件事情，讓認真上嘅強弱，係因為最難嘅，唔是按你有先講嘅嘛，全部冇同我。誒，而家意思係講，因為車工呢件事情最難嘅事情係，你本身所以。譬如當然你下社會度係存下多錢嘛，咁個咧一下跟你講嘅車公司，而佢選嘅講係打造自家嘅品牌，所以因為本單要自家本單要自家嘅社好做，要做個問題，存嘅錢嘅問題，你讓佢發展你自家嘅興趣興趣嘛，咁個你都你下書當然是從挑戰簡單講嘅，當然是為咗賺錢啊，冇成你下嘅事情就咁嘅事情嘛做，只要做到。嘛個事情都做唔好，所以我喺當現成嘅一種形式，自家嘅錢存個當好嘅，啊，佢嘅因為啱啱要多嘅時間，就得去發展佢自家嘅興趣，冇成啲好嘅東西，啊，撒落就變成另外一種另外一種領域的專有者或者專業領域者，對，兩種應該咁樣最好嘅，不過有啲人顛倒係用佢嘅副業去維持主業，市場挑戰嗰啲。小鳳八講嘅啦，係啊，副業轉成主業，我覺得這種事情很厲害啊。這你太強了。係啊，從兩下有當當嘅名聲，幾多時係從兩下做嘅條路啊，咁就幾很有開店啊，涼水店啊，係啊，嗰種幾未做過都好啊，係有當然有動到幫撐撐嘅。呢群好嘅好麼？係，因為講嘅係幾多後來佢開餐廳開到，已經幾你係做餐廳，唔係做名聲嘅。沒有啊。對啊，就是副業變主業。有人生較多現成。係啊，所以應該咁講，從挑戰認真講嘅已經事情都重要啦，因為牽到事情嘅評分，其實自家時間嘅分毫，還有呢個生活嘅分毫，從簡單挑戰講嘅咪都重要。你全部自家做條路啊，咪都艱苦，因為自家嘅生活，因為啲自家嘅表品質係改固好。係，生活嘅品質應該咪下人學到嘅啦。係啊，跟阿偉倫自家因為講做車工嘅人，我有呢度嘅心態。
我自家知道，应該講嘅時間嘅調整係非常重要，因為大家就教育講到，其實我有一隻笨蛋嘅條路咩，但係其實我下班以後，我行喺度動到笨蛋條路要做嘅事情，可是我嘅斜槓嘅條路只有下半張做得去做，故所你告訴董家店什麼？伊係講加通時啦。我意思係講，古時一樣時呢，斜槓嘅條路，然後笨蛋嘅條路就會堵到強下。比如講係古時嘅時間分配就唔按用，有上時比如講要唱歌嘅表演，做留嘅吉他先生啊，對練啊，可是我做唔按到嘅時間啦，有上時對一擺就好爽台。其實按做冇辦法，好好去完整去練習按。意思講移動腔啦。我講係有陣面咧，已經係大擺衝喺嗰個做嘅5條，唔會講另外連續50年。係幾個準呀？就跟5條聽嘅講。5條嗰個連續應用。做嚟應用，唔過真嘅睇下家講到控到這個，其實做斜槓睇下看起來哦，好按恰法，好亮眼的感覺。唔過真嘅會遇到千多嘅困難，觀眾朋友們想看，做乜嘅一下越來越多嘅後生嘅想去加入斜槓嘅人生咧，到底有哪啲好處咧？等下再來繼續嚟睇下，向下嚟分享了。我阿爺喺潛水去搭半嘅保姆，就冇咧啊。古時候也係斜槓係嗰輩上種。味道愛存錢，味道愛存錢，800嘅欣賞，800嘅欣賞，真給他分，給我們新手爸媽再一點鼓勵。等下，鼓勵。其實生年都7歲了，還算新手爸爸嗎？其他嘅觀眾朋友，新手爸媽，好唔好？我講啊，希望係國強一隻，強我一隻來，國強一隻係咩新手爸爸？好強誒！嚟後生太上公嘅節目現場，今日嘅主題是老太講斜槓嘅人生，斜槓出去其實都係個社會一個時代，真嘅大家就講，我係斜槓嚇，我斜起來，我斜起來，我斜起來，唔過真嘅啊，一開始有講到，其實斜槓出老嘅自由工作者有一絲絲嘅相關，然後做到老太家分享下，一個報告研究嚇，就講 Fiverr 咧，佢係一個都全球相當出名嘅自由工作接案平台，佢有發現講到疫情嘅期間，68%遠距離做生意，可能有啲公司開始做遠距離做生意，佢發現到，有興趣嚟去做自由工作者，因為都冇開嘅時間，佢唔單止做嚟做基本單公司嘅投入過後，佢係做嚟去減工，頭去減工做生意，韓國迪拜有68%嘅人認為講佢。做咧呢種斜槓嘅條，你講做自由工作者過後，佢嘅生活品質太嘅改善，可能佢條本單是血汗工廠，有錢就做得改善，有錢就做得改善，真嘅大家無錢嘅時間，大家就看哪去做。不過真嘅啊，阿小鳳來講下，所以咪講下印來印度人上來做呢種斜槓，我做其他省嘅當奇怪，係啊，有啲錢係嘛意思咯？要上來斜槓吼，一諗嚟頭髮一開始嘅原因，嗰不以3種，怎麼斜槓咧？就係因為啊。你看下嘛㗎，一種聽聽，哇，1000個人朋友有6個小朋友，接一下，變破嘅唔掂啊！咩？要合判掉嘅嗎？冇啊！咩？有下錢變破嘅啦，頭髮1000元吼，我都在看那嘅吼。即係識幾陣嘢啦，後啲喺1000元後差唔多2年就唔拉嘅，點啊？真件嘢冇。叔起來。好啦，唔拉都得踢啦，唔可以用嘅，得踢。我話講真件咧，因為錢唔拉用啦，唔可能遇到一般嘅上班啦，我學4年啊，我用係學哦，係冇？咁你3種真件輕易教奶生奶啊，好冇？輕易啊！有他生意的啦，通幼兒園啦，冇通幼兒園不要搶保姆嘛，一隻上班族唔搶一隻上班族。係冇，我阿爺喺潛水去搭半嘅保姆，就冇咧。係估錯嗬，也係斜槓係嗰不以3種，味道愛存錢，味道愛存錢，800嘅欣賞，800嘅欣賞，真給他分，給我們新手爸媽再一點鼓勵。等下，鼓勵。其實生年都7歲了，還算新手爸爸嗎？其他嘅觀眾朋友有新手爸媽，好唔好？我講啊，希望係國強一隻，強我一隻來。國
姜一陣係咩邊樣都好姜誒。好啦，阿美倫嚟講，係因為講都有個時代，做乜睇架做建工，你個斜工，我減工嚟做。其實係 T 點咧，從建之後留嘅阿小鳳。唔要姜一陣。係冇人，可能姜唔出嚟。因為痛痛，係嘛？我講 T 點咩從建之後，要動到人一下就講生活較困難，故所想賺較多嘅錢，故所我就會去斜工咩？但當我 T 點就係嫌棄，因為有時時你潛到一下條路啊，比到賺錢嘅條路，有可能係符合目前人嘅期望，又係講符合因為嘅期望，較多錢嘅條路嚟去做，可是佢唔係人嘅嫌棄，故所呢佢就會想講我發展自家嘅嫌棄，我就會前目標嘅時間去斜工，滿足自家嘅嫌棄嘅期望。阿美倫係要 T 才唔得原因哦。唔係乜跳好賣東西嘅。好賣東西，冇啦，好賣東西就係經濟上嘅原因啦，因為經濟上要賣較多嘅東西嘛，都賣較多東西去斜工。係真見。冇錯，佢喺你台灣經濟起飛嘅，我們的掌聲鼓勵一下。台灣經濟大貢獻機票啊，全部都發本機票。10大貢獻，今年就頒給你了，就頒本阿美倫。不過真緊啊，阿英哲，你認為講老嘅阿美倫啊、阿小鳳講嘅有上槍嗎？多多少少來說講差唔多啦，天就會講亞下太世界嘅業績啦，真實就動少啦，然後血規模卡太細吼，阿咪會自家就冇辦法照顧好。自家就強要死體，照顧病人。係啱啱來說還有隻重點，係老命路相關，因為有命路過後咧，太世界做得用較少嘅時間去完成自家嘅事情，你就會存下動到嘅時間。阿咪做得加有命路嘅力量，就你自家本當嘅盡力，揾一種形式落去存錢咯。像我有個好朋友啊，佢就喺上班族，上班都懂有經驗，故所咧佢就推了一堂課，10堂課教你成為專業的偷懶上班族。你咪真係存錢呢？你咪真係可以啊，同課。該書很易寫嘅吧？還有如何在老闆的眼皮子底下做自己的興趣，等等，給他全部該書咪很易寫嘅吧？係因為之後講啦，唔但係喺度存錢啦，還講喺度自己嘅興趣，啱我一部分我嘅觀察，係有一種成就感。像我有個好朋友，佢一下退休咧，佢根本就唔喺度存錢，佢自家就係個大房東，就生意就動過啊，唔講閒閒無事，就動好做到嘅數路菜，係就係佢家家做到嘅，佢最重要嘅事情喺度存錢，嗰時候大家就動好同佢買，哇，那個因為可能買當便宜。就是我弄一下，條街樣做嘅老闆把hand好身啊！哎呀，假生意兩地，冇錯，佢呢度係一種成就感。我說話之後，斜工搶人不見得係搶人啦，係自家好斜工，就係希望自家嘅生活做得過到較精彩啲嘅。冇錯啦。其實大家嘅斜工咧，一開始嘅原因可能就冇相同。不過最開始呢種斜工係因為滿足自家嘅心頭嘛。不過大家一開始啱啱要講到，你下做自由工作者嘅人進來進到，大家會因為講。做自由工作者 freelancer， 敢有 free 的部分 ，free 到那一片嘛，還有知道做咧點都哈冇自由咧阿自己。講到 free 啊點啊，知道有3點 free 啦。不過呢，也冇聽眾係真嘅呢。像前兩位老豆講，哦，斜工斜人可能會有財富嘅自由，不過也冇聽錯，也都難講。第一點就係心靈嘅自由，我知道心靈嘅自由就係你做嘅選擇是家想去做乜嘅，唔想去做乜嘅，做自家中意嘅事情。第3點就係時間嘅自由，係。不過你因為你做嘅自家去安排時間，還要安排想去做嘅事情，這樣就會發生一個問題咧。有段時間自由冇聽做係真正嘅自由。哎呦，你結曬量係冇？乜嘅意思？因為有段時間你就會自家課嘛，10堂課解釋這句話。因為係真嘅模式。冇，因為你自家安排時間嘛，故所呢有段時間冇聽從你變成講，因為你冇固定去上班，變成無論乜嘅時間。你都對做條路，我們就是行動辦公室，唔對冇？係，故所我知道斜工斜人最難就係因為你太自由咧，故所你會想講，我要咪去管理好自家嘅時間，行過啲時間度做好自家接嘅事情。其實講到自由一樣事情，我知道真係當難啦，看到現實嘅面相，看到小朋友嘅面相，真係就係你嘅人生地位度就冇人係真正自由嘅，係愛面對現實，全部就係夠啦，夠不久啦。只要想衰啊，想開始跳戲就開始賺錢。但係我係對斜工一件事情非常嘅真相，係知道，甘願有吃過，總唔得錯過。
就講其實近期當多研究沒有發現講，比如像佢 freelance map，就講佢係一個動態嘅一種調查嘅基金，佢發現當講2017年間下做自由工作嘅人，一般人平均上班出係35到40點鐘，佢都一禮拜超過47點鐘嘅人，大有人在，還有輕度人超過50點鐘、60點鐘，根本就幾年都在做些，自由。都那一片啊，當然有自由嘛。冇錯嘅，本但想去做車工搶研究，因為他自己講嘅第3點時間嘅自由，其實完全冇自由。即係因為我嘅朋友全部都會上班族，其實就不用了嘅時間想用啊，唔講係期末限就會不用了嘅時間都愛做些，韓國其實愛去旅行，愛動作就聽嘅機票，有半年前嘅都冇。顧家呢？你懂難抽，下一拜我冇喺抽嘅。真嘅，你點都會想法，我前一個禮拜去安排。我抽T貴嘅時間就開。都3年，係，就我去嘅前一日天機票，就出去，但真嘅冇辦法提早聽，因為唔知那樣事，有條路可以做，真嘅，嗰時候時間冇，真嘅冇自由。真嘅啊，就當到做咧自由工作者嘅嘢，就是講其實我都有嘅。時間最冇自由，嘅後生要按用嘅上班冇，大家你就做那個車工人對你帶來嘅自由係心靈方面，還是實際上的方面？其實講到頭先按多，咁唔講係時間自由，係心靈自由，係錢財自由，全部有一個當重要原因，是你哋下倒大啲，你哋下啲家啲做乜嘅，你哋係為所係乜嘅，你係當清楚你哋下做嘅事情，讓你未來一個目標。還有你本單嘅投入做個當好當穩定，你是做得找你興趣去發展你好嘅東西。電動你是做得去車工當你好嘅，啊做起來你嘅心裡面會當快樂，你咪做個當好。不過咧，你一下衝動，你是為咗賺錢，為咗賺錢，盲目的去做斜槓。唔係為咗自己嘅興趣，是為咗賺錢。啊，做了又做解，因為你做得賺下多嘅錢，電腦你是冇自己嘅時間，就唔快樂。你咪冇快樂，你嘅心靈就是心態就不健康。所以我講車工呢個事情，頭先講嘅最好嘅是心靈要健康。你讓做事情做得當好，冇事你出來變到嘅錢財嘅。奴才冇咁錯，所以大家冇變到錢財奴才啊，心靈健康去做車工呢件事情咯。冇咁錯，即係講後先講東行，即係要動你係為到愛賺錢，結果他是到最後變成自己迷失自己的方向，到那個太世界地位衝走啊！安排有等人係佢為到嘅一些些嘅錢，佢去車工呢件事情，結果佢喺專業冇學到。冇錯，最後其實真嘅愛一線要取捨啦，重點乜解讀愛。即係我會選擇呢件事情。雖然講羅冠已經講啊，三托四托，托到一隻爛鋪上，不過正經因為托踢啊，所以佢真係你要托踢幾多爛呢？你就唔係托到幾隻爛鋪上，係講基本馬解是愛，你完全全部裡面全部都是爛鋪上，你係用辦法讓人家自家嘅人生變得很好。韓國最重要一點就講做車工人。最重要是專業兩件事，對。你總唔得講哇我平常去旁邊接一個那個工讀，幹嘛上嚟車工？你做唔得，這不是專業，因為那個車工最大嘅原因就講，人家嘅投入用半斤講咪當又容易不能辭退。這種很多一日體驗啦，一日店長，你知道嗎？自家嘅品牌還有風格。主所嚟希望大家哈，觀眾朋友們想下，你想喺做車工人嘛？做車工人，哎呦，那一條條件，你自己自制力愛好，韓國人前面方面管理咩好，韓國最重要潛到你自己心頭，韓國發展人嘅專業，希望大家都做得潛到自己同好嘅投入愛記得咯。下禮拜佢嘅時間繼續嚟收看好上太上宮，要把太家公，等嚟聊聊，拜拜。你一下社會要見來見到人，唔單止做一行頭路天天，嘛要當人希望車工做得本機帶來，下那自由嘅生活。唔過，喺我提醒大家哦，生活確定自家嘅專業能力要拿麼？喺我確定你自家嘅工作目標係乜嘅？因為啲車工一條路行，前無路了。